OK， 今次學嘅咧就係銀行往來調節表 Bank Rec Statements。嗱，學呢個調節表之前咧，我哋要先睇睇咩叫做銀行結單 Bank Statement。嗱，留意地方就係話呢個咧中間係少咗個字，亦即係話呢個兩張咧係唔同嘅文件嚟嘅。嗱，銀行結單我哋多數稱呼為銀行月結單，因為咧多數銀行咧會係每個月就將呢張結單就交俾佢哋嘅客戶，即係我哋公司啊。然之後咧就反映翻喺嗰個銀行嘅帳戶裏邊有啲乜嘢交易出現，多數有兩樣。第一樣嘢就係收款 receipt， 即係話咧我哋公司收到錢；第二樣咧就係 payment， 即係話我哋公司咧係俾咗錢對第三者嘅。嗱，第二樣嘢要留意嘅就係 bank statement 有另一個特色，就係話亦都分咗 debit side， 亦都有 credit side。嗱，如果你見到個銀行結單嘅結餘係有個 credit balance 嘅話咧，你唔需要擔心嘅，因為呢筆錢咧係屬於公司嘅。但係咧，如果你見到嗰個銀行結單裏邊出現 debit balance 咧，你又要小心啲啦，因為咧其實呢個係代表咧你有一個透支 bank overdraft， 亦即係爭緊銀行錢嘅。好啦，如果你收到月結單之後，應該做啲咩呢？你就應該攞本月cash book 出嚟對一對，究竟啲數字呢同張月結單係咪一樣嘅？不過好多時候呢，你發現呢都有唔同。嗱，唔同嘅原因有兩個。今次主要探討嘅第一個原因就係話有啲記錄，有啲事件呢已經記錄咗喺月結單上面啦，但係就未喺 cash book 裏邊反映。咁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呢？嗱，睇睇呢度啦。就係因為銀行啊會自動咧做咗一啲交易，而呢堆交易咧係我哋要收到月結單之後咧先會發現嘅。咁有四大類咧係主要常見嘅。第一類 standing order 同埋 direct debit， 意思都係差唔多，就話咧我哋會需要俾一筆錢咧係第三者嘅。而 standing order 嘅意思就話我哋之前咧係做咗個指示，就要求銀行咧自動將一筆固定嘅現金啦交俾第三者，而個時間咧都係固定嘅。舉個例子啊，譬如話將來你出嚟做嘢嘅時候，你可以指定某個金額交去你父母嘅戶口裏邊，咁然之後作為家用亦得。好啦，調翻轉 direct debit 咧就話你授權啦第三者咧喺你個銀行帳戶裏邊扣數。咁呢樣嘢咧同 direct standing order 嘅主要分別就係咩咧？呢個就係話嗰個金額係冇一個固定嘅金額啦，日期亦都有機會可以唔同嘅。好啦，第二樣嘢啦 ，direct credit 同 direct debit 咧係啱啱相反，意思即係話咧銀行咧直接將有嚿錢咧轉入去你嘅帳戶裏邊。例子係咩咧？例子就係話如果你買咗股票有啲紅利嘅話咧，銀行係會將啲 dividend 咧直接擺落去你個戶口裏邊嘅。好啦，第三樣啦就係 bank charges 同埋 interest， 意思即係話我哋銀行會收一啲手續費啦，或者係收一啲利息。例子就係話如果你做咗個轉賬係轉去外國嘅時候咧，銀行會有手續費要收你嘅。第二就係話如果你有個透支，即係爭銀行錢咧，銀行亦都要收你利息嘅。好啦，最後一個啦，拒付支票 dishonor check， 意思即係話咧，你收到個客戶一張支票，你好開心將佢存入去銀行嘅時候，咁但係發現咧，銀行話俾你聽咧，呢張票咧係彈票，咁我哋亦都可以稱呼為 return the check。咁呢啲嘢咧都係要收到嗰個月結單之後咧，你會先會將呢啲記錄咧轉入去我哋嘅 cash book 度嘅。